最近有粉絲問咧，到底咧如果我嘅樣貌就一般，同埋夫妻宮啊可能有啲凹凸咁樣，咁如果後期去微整有冇影響咧？咁樣有冇幫助咧？當然咧，我可以話俾你聽咧，一定有幫助嘅。如果你嘅夫妻宮係比較凹嘅時間，如果你揾到一個好嘅機構或者能夠幫你做飽滿啲，等同先天不足就後天去補，其實係有幫助嘅噃。所以好似額頭啊，如果係唔夠靚嘅時間啊，你去後天去補救或者去處理下咁樣咧，令到佢靚仔啲嘅話咧，其實對你嘅整體嘅運勢咧都有所幫助嘅。等同咧就係我哋成日講一命二運三風水咧，咁其實風水咧就係後天去幫助你嘅。同樣一個道理，其實面上一樣後天可以咧就係整理一下，咁咧幫助你咧更加咧就係運勢好啲嘅。所以咧其實我認為，如果微整啊能夠整靚仔啲，又唔需要搞太多嘢嘅情況之下咧，不妨咧可以嘗試下啊，有機會再同大家咧講一啲面上每一個部位嘅功能，留意下啦吓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